讲师谈。
传播，就是全世界，到尾输好以后再去印证，无毋对。这个天下真正是包含着天下一切众生，包括有性命、无性命的，实是法界所有的众生啊。因为咱知影道，这个道就是理嘛，所以这个道道法自然，这是一种自然之道，所以不依不的理，事嘛有事的理，咱人嘛有性理，所以一切一定拢按照这个道来行，无按照这个道来行，就是会背道，背道啦，背道啦，伊一切一定拢会顺利的，所以这个天下其实伊是包含着这个一切的一个众生。来达道，这个达道咱知影讲达，通达无碍啦，你要通就是无任何的一个阻碍，无任何的阻碍，一条路，你讲你要飞，咱要飞这个新月山，然后要转去到阮要去到龙殿啦，然后交阮如果讲这个路转去，一定是会通的嘛，一定是有阻碍的，所以咱要通达的话人一定是事理无碍，事理圆融，这人其实咱师尊伊曾经伊就是甲讲的讲，咱人如果讲会当依道而行伊做一个比喻，伊讲这个敢若火车伊一定爱安怎行伫这铁路对无？这个船伊嘛是爱行伫水里，爱有固定的航道飞机嘛是共款，伊飞伫这个天顶，伊嘛是共款，一定有固定的航道。你袂当讲我今仔日我要去美国，我感觉这条较近，我就行这条，袂当安尼安怎相容？伊一定是有一个国家每一个全世界伊锁定出来伊一个航道，伊一个经纬度，伊到底要安怎行？这拢是有固定的。那咱如果讲会当依这个理，就是讲依这个事理规定的这个规定去做的话人那咱就是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到这个目的地。如果呢，咱要反其道而行，咱就会通达啦就像人讲的脱轨。那咱一脱轨的话咱会安怎？咱就无安全啊飞机就失事啊轮船就会相撞所以其实这万事万物其实拢总是依这个道，依这个道而行伊拢有伊所遵循的一条，就是讲这个路爱去行所以讲其实这个万事万物所表现出来的，拢总是以事理圆融圆满的一个的一个表现伊拢总是顺道而行那咱知影咱真正清净的话人咱的心路一定就是通达的咱知影讲，咱人上大的一着是啥物？咱人上大的一着是啥物？咱敢知？我。咱最大的执着就是我，啥物拢以我为主，自我的看法，咱甲咱家己无限的一个放大，咱来看这张图，一个空间内底我放到遮尔大啦这东西不管有啥物人、啥物事、啥物物一入来，是毋是拢会卡着，拢会卡着我？所以这东西咱如果讲从我放到无限大的话人讲一句话拢带着咱人做一件代志咱有自我的看法，咱看的顺眼，这件代志你真正安尼做，你应该爱安怎安怎，咱拢以咱的自我看法去做一个判断，人若无按照咱的意思去做的话咱就安怎去分我，去
一个目标就对啦，吼。再来就是讲，如果讲咱这个母职，吼，咱这个母职自我看法，咱会当来熟悉，吼，咱甲看哦，哇，这个母变成这个我变成足小啊，咱若足小的话，咱的包容心、容忍心，咱的心量就会宽。啊，这东西啊，吼，不管啥物人、啥物事、啥物物，有无？一日啊，拢卡袂着咱，敢是？吼，因为咱的心量变足大的嘛，人讲啥物话啊，吼，听袂着煞，吼，啊，啥物代志啊，吼，咱嘛感觉讲，人做了袂歹哦，吼，因为咱的包容性足大，就像咱的弥勒佛，吼，大度能容天下事，吼，因为啊，伊心拢总是为着大众，伊无私啊，吼，啊，这嘛是共款讲着，如果咱会当真正，吼，心会当软弱，放小咱自己的话，咱即个欢乐，咱即个执着，咱就是少，啊，就少的话啊，吼，咱的心办咱就清净，那咱的心路啊，吼，自然就通咯。